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。菩提萨埵，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不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恭诵刚刚后学心经念2遍了吼。对，是的，谢谢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入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物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天中华木，就连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木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东，南北两极连宗序，混元古册在中央，老木降下通天窍，无应山前对合同，因而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收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，老木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领同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曹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仅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金脸红发显神通，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手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援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记下生，收服难言归正宗，来往造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因而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1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手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，
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10叩，1叩，再叩，3叩，4叩，5叩，6叩，7叩，8叩，9叩，10叩手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2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入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物极土，天下神会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木，就连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东，南北两极连宗序，混元古册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合同，因而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是得西来白杨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至心常持念，担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收听邪人不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领同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曹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救金陵36元将。太快了。四位菩萨救众生，金陵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辅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，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记下生，周服难言归正宗，来往造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因而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1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10叩，1叩，再叩，3叩，4叩，5叩，6叩，7叩，8叩，9叩，10叩手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3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入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物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木，就连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
混元古册在中央，老木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。因而要想归家去，此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此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是得西来白杨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收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木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曹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。金令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辅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。车骑造骑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。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。吾皇敕令记下生，收服难言归正宗。来往造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因而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此念一遍神通大，此念2遍得超生，此念3遍神鬼怕。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。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。10叩，几叩，再叩，3叩，4叩，5叩，6叩，7叩，8叩，9叩，10叩首。回向文：弟子姓氏姓女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姓女洪诗婷。弟子杨玄正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回向于林阿甘前贤，回向于林阿甘前贤，祈求诸天仙佛菩萨，祈求诸天仙佛菩萨，调解患者与他所有有情众生，调解患者与他所有有情众生，无形大德的恩怨，无形大德的恩怨，令其解冤释怀，令其解冤释怀，助其减轻病痛，助其减轻病痛，病魔折磨之苦，病魔折磨之苦，得以早日康复，得以早日康复，身心健康不会增长，身心健康福慧生长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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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感
谢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，还有各位前贤大德们一起诵经。后学今天导读完毕，晚安。感恩，再见。组长晚安，副领任晚安，很优秀的前贤晚安，各位领任晚安，拜拜，明天再见。明天再见。感恩，目前人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，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副领任、各位组长、各位坛主、各位讲师、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，洪领任晚安，何前贤晚安，安秀辉晚安。